至於東周刊同星島日報刊登劉夢熊同江湖中人食晚飯嘅相，根據東周刊嘅報導，張相係上個月14號喺銅鑼灣拍攝。報導提及嘅選舉飯局就用圖畫去説明，而星島就報導劉夢熊等人同鄉議局選委嘅飯局係喺流浮山進行。提名唐英年嘅星島新聞集團主席何柱國否認報導係同劉夢熊屬於梁營有關。有冇關係咧？同佢支持 CY 嘅背景？你做邊行㗎？哦，做新聞嘅。你做新聞㗎係嘛？香港有冇新聞自由啊？有，當然有。咁係咪有事實有相為證啊？有冇事實為證先？係咪有張相喺度先？咁你係咪話我哋抹黑有張相先得喎？你識唔識做新聞㗎？你係邊間㗎？我香港電台嘅。你香港電台嘅，你識唔識做新聞㗎？如果你係認為我哋伙記東周係做錯嘅，你可以去告佢或者批評佢，啱唔啱啊？所以你唔可以話抹黑人喎。你香港電台講嘢小心啲喎。我冇錯，我從來冇用係嘛？何柱國亦都被問到梁振英一旦當選，會唔會感到壓力？你真係問我驚唔驚係嘛？你話我驚唔驚啊？呢個要問我點知啫？你唔好睇報紙話佢狼啊乜嘢。阿梁生唔係咁狼嘅人嘅，佢話是非黑白好清明嘅人。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